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咱每天拢会看气象报告，不过英国人因是按照温度、雨水、大自然的变化来约这个气象。24节气是一套古早人生活的智慧，今日节目放送的时也是国语，不过后礼拜拜二就变入夏啊。今日我来讲国语甲入夏这两个节气。真侪人抓准节气是按照农历来看的，不过24节气是根据日头伊咧行的位定出来的，而且是测量日头伫中昼的影是长也是短来定的。中昼时阵日头的影上长的迄天就是冬节，上短迄天是夏至。长度拄啊好伫即两个中的2天，一个是春分，另外一个就是秋分。这是上早出现的4个节气。后来为着要搁较详细知影讲气候的变化，就以迄个测量的机械做中心，画一个圆，分做24分，15度一分，就是一个节气，所以才有24节气。这24节气佫分伫12个月内底，所以一个月有2个。伊安怎分？主要是有6种方法，6种类。一类是看温度，是寒也是热，像有叫做小暑、大暑、小寒、大寒。第2类是看湿度、水汽的变化，像白露、寒露，也嘛会结霜。所以有霜降。第3类是看农作物伊的变化，小满、芒种。小满是稻仔开始咧结穗的时阵，芒种就是会使挂，爱搁赶紧补下一期的稻仔。节气也佫有第4种是按照动物、生物甲土地变化，像耕地就是也咧困的动物、生物去互春天的雷叫醒。醒起来，清明嘛是一个节气，是大自然上清气的时阵。也佫有一类是看雨水多少，像今日要讲的国雨，也嘛有大雪。上落尾就是头前讲的季节变化，入春、入夏、入秋、入冬。所以后礼拜2的入夏，就是热天开始啊。24节气对做田的人来讲是足重要的，不过伫现代人的生活中，知影节气会当互咱知影大自然的变化，而且嘛知影什么时阵要食什么，这是一种古早保养身体的方式。咱应该会当想到真侪传统食米的风俗，甲节气有关系。像讲时间若到，超市内底拢会直直放送，冬节都爱食圆仔。也若是安尼，国语爱食什么？这个时间国语是湿气会豆豆仔增加，嘛会较湿较淡，所以薏仁绿豆汤就真适合这个时间来食。国语嘛是春仔茶的时间，春仔茶有无共批？国语时阵收的春仔茶是上尾的一批，伊嘛叫做国语茶。俗语讲，国语前3日无茶满。国语后3日满袂离，意思是讲国语进前茶藏的叶啊也未发好，也若国语开始就爱赶紧满，啊无茶就会放甲伤老去啊。国语也佫有一项特色，就是这是一个真贵气的时阵，因为人讲的国语花就是牡丹，不过牡丹伫台湾就爱去较悬的山顶
较顶的所在才较济。这个时阵应当是咧开的时，台湾也阁有真济或者野生牡丹、野牡丹，伊较细蕊，是5月节前后就会开啊。国语是春天上尾的一个节开，刷落来就是入夏。入夏是天气开始变热，人较熬流汗，也阁会惊食了伤燥，所以爱加食一寡会当退火，也是补充水分的食物，像丝瓜、绿豆汤、青草茶。也嘛有人讲入夏着食面，是安怎爱食面？我嘛找无啥有迄个原理，真有可能是若食伤好，惊伤燥。也嘛有人讲入夏是拄啊好麦仔收成的季节，会通做面粉迄种小麦。毋过台湾本地种麦仔的所在就无偌济，所以甲麦仔收成我嘛无确定敢真正有关系。真正真接听到的是人讲古语保老母，入夏保老爸。作家孔元伊伫斗阵来唱囡仔歌内底的一首写节开的时阵，伊就会写着国语摕猪骹面线转来保老母。这款风俗传真久，为做查某囝到做阿母。国语是查某囝摕猪骹面线转去后头，互因老母补身体的时阵，入夏保老爸，就毋是摕猪骹面线。老爸是食布仔面，入夏即天爱煮布仔面羹，听讲是食了对身体较好，皮肤阁会变白。嘛真有可能入夏食面的习惯是为入夏保老爸食面来的。保老母甲保老爸甲即个时阵春天的尾甲热天的头是有关系，因为伫即个时间真济动物嘛会生囝，草仔花拢咧哺芽咧发，所以有俗语讲国语鸟仔做老母。即个时阵是鸟仔做无用的时阵，也若入夏，伊的主角就为鸟仔换做猪仔。俗语会讲入夏猪仔做老爸，因为即个时阵猪仔长咧大，长咧吐穗，所以为鸟仔做老母到猪仔做老爸，这是咧形容规个大自然伊生态的变化。毋知敢是安尼，才会变做国语保老母，入夏保老爸这种讲法。咱若看天气来讲，国语是春天的尾，天气变来变去，特别是清明甲国语，这个时阵是一时啊热，一时啊冷，所以嘛有人讲河南蒙头纸，日拍国语残，就是讲清明扫墓的时阵，定定会落雨，遐个蒙纸拢啊甲澹漉漉，到国语的时阵咧种田的时，怎会出大日头？也阁有一句阁较趣味的，是提醒大家讲清明国语寒死鸟厝，就像即几工进前已经足热，阁熊熊变寒，温度变化真大，含鸟鼠啊都会寒死，所以寒人的衫也毋通收起来。英国人也会甲二四节开当作神，所以嘛有二四节开神，会画伫农民历。真水会当看会到的是真济景庙，就甲这24个节开画伫伊的门内底迄面。国语神是像一个道士，伊倒手拿一支柳枝，正手摕一个像碗甲杯仔底水，柳枝就是摕来压水的，就亲像国语相共。入夏神是摕一支长枪。这真有可能代表入夏时阵，蠓虫传染病变侪，伊是摕一个武器要来保护众生。这24个神，大家拢生了无相共，头壳低的、身躯轻的，甲手提物件拢无共款。因嘛代表咱人对节开的想法甲期待。咱若去新北市中和的福德宫、北港廖天宫、伫宜兰、台南，因有足侪间庙拢有画这24节开神，
大家会使去看卖。这块除了画伫庙门顶头，也嘛有真侪艺术家拢用这个来做主题来创作。主要我也是因为这块是甲大自然真有关系的一套概念，伊会帮助咱会晓看天看地，观察这的动物花草，嘛真正去感受温度湿度的变化。较可惜的是即马的气候变真侪，规个环境在变，所以农作物的种植甲收成的时间条件拢在改变。当时要变热变寒，甲因过嘛拢无啥相共啊，所以这日死这块未来敢阁用会到，也是会豆豆啊无去，真歹讲。落尾要讲的一项是肉粽节到底是伫倒一个节块？其实伊是无固定的，因为真侪人抓准节块甲五日节相共，拢是看旧历。我上头就讲到，节块是按照新历来排。所以国语是固定伫逐冬新历的4月20开始，立夏就是固定5月初5迄天新历。也若农历5月初5五日节肉粽节的时阵，到底是会伫倒一个节块是无固定的。毋过俗语讲，未食5月节粽，破喉毋甘放。意思是也未食着肉粽进前5日节进前交的叶仔毋通收起来，就像这几天咧困的时阵，就爱加配相共。今日我就先讲到这，大家若有任何想法意见，想要听的题目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也若介意这个节目，请伫平台留5粒星、留话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嘛请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啊，真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